每一天无输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17，约书亚記3章50安尼講，約書亞對人民講：恁著甲家己分別做聖，因為明仔載上主要佇恁中間行奇事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阮分別做聖，要佇阮中間行奇事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創造天地、宇宙萬物的生命主宰。伫你有豐盛的恩典，甲無限的疼痛。主啊，你是阮活命的水泉，也是阮快樂的源頭。伫你無困難的事，伫你的內面，阮就平安。主啊！你的帶領是伫阮的軟弱頂面顯出完全。主啊，當阮行佇曠野的路途，面對困難甲挑戰的時，你對阮的應允，親像約書亞對人民講：恁著甲家己分別做聖，因為明仔載上主要佇恁中間行奇事。主啊，願阮將家己分別做聖，就你要佇阮的中間行奇事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性命。阿們。感謝主，咱若將家己分別做聖，過着聖潔的生活，咱的主就要佇咱的中間來行奇事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